各位老友記早晨，今日就同大家做下拉力帶嘅運動。一陣間會同大家做9式嘅拉力帶。不過未做之前咧，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下做拉力帶運動嗰陣時嘅一啲注意事項。第一係啦，咁我哋要正常呼吸啦。第二，我哋慢慢拉，係啦，千祈唔好心急。第三，我哋要適當嘅停頓，咁樣係啦。咁如果明白翻之後咧，就慢慢享受下拉力帶嘅運動啦。多謝大家。好啦，第一式同大家做嘅係胸襟廣闊啦。咁預備式就係話，我哋首先伸直嘅手，平胸伸直，係啦，呢個就預備式咯。好，跟住慢慢向外拉，拉到最直為止。係啦，咁我哋會停頓咯喎，停頓大約8秒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慢慢再收翻，慢慢係啦，唔急，慢慢。OK， 我哋繼續再做。第二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跟住慢慢再收翻，跟住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第四下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慢慢收翻，正常呼吸就得㗎啦。OK， 第五下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最尾一下，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收翻。好啦，咁就做完第一式咯喎。好，第二式係雙龍出海，係啦。首先我哋將條拉力帶繞過腰後邊啦，隻手擺喺腰間，準備好嗰陣時咧，我哋就雙手一齊推出去。好，準備第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收翻。第二下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咁第二式做完啦。好啦，第三式我哋係一錘定音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將條拉力帶咁揸住啦，平放喺胸前啦。拉力帶可以短少少嘅，係啦，咁平放喺胸前。跟住我先就做左手，係啦，咁我將隻左手伸直向下拉，拉到最直，係啦，咁樣，跟住停8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收翻。第二下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收翻，跟住轉右手咯喎，同一樣嘅動作啦，咁就用右手向下拉落去，停8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收翻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咁一錘定音就做完啦。好，第4式就係寶劍出鞘，係啦，咁手持拉力帶啦，咁樣擺喺腹部中間啦，係啦，停一陣間，跟住咧我哋就會先做左手嘅，我哋會將隻左手向上拉上去，盡量伸展。好啦，準備好啦喎，我哋開始。好啦，停一陣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收翻。第二下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跟住轉右手咯喎，同一樣嘅動作，我哋向上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第4式嘅寶劍出鞘就做完啦。我哋咧今次就有少難度嘅嚇，咁咧手持拉力帶啦，咁如果你係伸左手上去先嘅話咧，咁我應該會點做咧？係先啦，咁繞過去，
係啦，即係會係咁嘅，咁樣即係好似咁樣係啦。咁我哋會向上拉㗎嚇。咁我而家就會隻手係左手會向上啦，咁右手咧就會係平喺腰後邊，就唔喐嘅。好啦，我哋準備咯喎，我哋都係做8下，第一下向上拉，停頓一陣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慢慢放，跟住第二下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跟住慢慢放翻，好啦，第三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跟住放翻啦，跟住轉手啦，好攰，係啦，咁 OK 轉手，咁啊右手係向上拉咯喎嚇，停一陣間，係啦，慢慢做，好，準備好啦未？好，準備好晒之後，我哋準備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放翻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做完第5式嘅振臂高呼啦。好啦，跟住第6式左顧右盼，咁啊首先手持拉鍊帶啦，短少少，係啦，跟住兩腰手踭貼住腰，係啦，咁伸直90度。我哋先用隻左手，右手唔好喐，跟住用隻左手向外拉，係啦，跟住停一陣間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慢慢收翻。你會發覺係個左邊膊頭係會攰嘅，咁就啱啦。好啦，跟住第2式，第2下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咁記住喎，隻右手唔好再喐咯喎。跟住第3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會發覺膊頭係好攰嘅，其實嚇。OK， 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做完左手，我哋要做右手啦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左手就唔再喐噶啦，咁樣緊貼腰間啦。咁我淨係將隻右手向外擺，
準備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收翻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左個右攀就做完啦，好攰啊個木頭啊！好，第7式力拔山河。咁我哋今次呢個拉力帶我輕微放翻長少少嘅，咁我哋咧就準備好啦喎，咁自己就住做啦。咁我哋一路將隻手伸直向上拉，跟住就隻手亦都係向外拉，咁條拉力帶自然就喺頭頂度過咗去，擺咗喺背脊後邊，跟住我哋盡量伸展停8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收嗰時慢慢將手向上，拉力帶慢慢收翻，跟住嗱咁樣完成第一下啦。OK， 第2下向長拉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。好，第3下，慢慢做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最後一次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咁就完成咗第7式嘅力拔山河啦。好，第8式分道揚鑣，係啦。咁首先我哋會做多啲係關於係大腿同埋個肌力嘅。係啦，首先我哋將條拉力帶綁住自己啊！記住綁咗之後咧就唔好再喐啦嚇。咁綁住可以綁實少少嘅嚇，綁實少少喺膝頭個位置啦，對下少少綁住佢，係啦，綁緊咗佢啊，可以打雙重嘅咁樣。係啦，準備好之後咧，記住係唔好再起身，千祈唔好離開張凳。係啦，跟住咧隻手擺喺凳嗰度又得，擺喺個大髀亦都得嘅咁樣。係啦，咁我哋會做嗰時咧就會將兩個大髀向外擘開佢咁樣。好啦，咁啊準備咯喎，盡量伸展。係啦，跟住停一陣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慢慢收翻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後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咁啊做完晒一式啦，咁我哋就慢慢解翻佢啦。嗱，記住做嗰陣時係千祈唔好起身啊，係啦，唔係會好危險嘅。好啦，咁啊做完呢一式啦。分道揚鑣嘅第二個變化啦，咁樣。好，咁我哋亦都係坐穩陣張凳，跟住咧，我哋綁今次唔係綁膝頭啦，就綁到腳眼嗰度，亦都係一樣啦，綁緊啲，因為隻腳好力啊嘛，綁緊少少，慢慢綁緊咗佢。今次你要做少少小腿嘅肌力，係啦，好啦，坐穩直個身。好，準備好晒之後就等多一陣間先啦，等啲人搞掂晒先。我哋先做左腳，好啦，我右腳就唔好喐啦，咁啊左腳向外拉，盡量拉到咁盡，跟住踏翻落去，跟住停一陣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慢慢收翻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做完左腳，我哋要做右腳，相同咧。今次就係隻左腳唔喐，右腳向外拉。準備好啦，停一陣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咁我哋9式嘅拉力帶都做晒㗎咯喎，咁啊記住啦，做運動一樣啦，記住持之以恆，希望各位老友記保重身體啦，多謝大家。